咱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的脑土症可雷拉，是20多岁查甫人，伊一天闹超过15届。伫确诊进前呢，又食沙西米加青蚵仔。卫生单位已经启动疫情防治调查，当咧追查感染源，也提醒民众这物件上好煮好食，才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。今年头一个本土脑土症出现，卫生部疾管署讲，这本土病例是20通的本国男性。最近无国内外旅游史，三顿拢是食外口的便当。发症进前一天有食沙西米甲青蚵，来个礼拜开始闹瀉、腹肚痛，隔天间因为持续几若摆水便闹瀉，含顶腹骨甲痛上医。7月初5检验确认感染散毒性脑土症候群，不过做伙食饭甲住公厝内拢无这款症头。是一个北部的一个个案啦，那他腹泻次数大概是会一天是会超过15次嘛，所以他就去就医。那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检验确认是一个霍乱菌，他的密切接触者目前都没有症状。疾管署讲，卫生单位已经开始各项疫情防治调查，目前各在调查可能的感染源。最近国际脑土症疫情严重，今年到今累计24个有脑土症病例，其中非洲东部甲南部爆发这几年上大的疫情。另外，东南亚菲律宾嘛有超过1000例病例，因为医疗资源甲口服疫苗欠缺。WHO 讲，全球脑土症传染风险真高。而一旦开始出现症状，会包括像恶心、呕吐、发烧，霍乱所引起的水泻，通常是非常大量的，所以严重的话，有可能就会出现像是脱水、休克、急性肾衰竭或者电解质不平衡等的严重并发症。医生提醒讲，脑土症候群会当伫水内生存真久，若无说你食着无清气的海产，就可能活着。食无期一般是2-3天，预防的方法就是骨力洗手。尽量煮熟再食，较莫生食，再当减少感染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